但係咧有啲人咧就講到咧呢個委任議員咧佢一個仙都唔值，呢個咧唔係幾好嘅。我覺得委任議員咧係英國人發明嘅，唔係我哋香港人發明嘅。早喺18世紀90年代咧，英國人就委任咗伍廷芳進入立法會立法局啊，形成咗咧第一個華人參政，喺普中咗立法局咧冇華人嘅局面。咁當時嚟講咧係轟動呢個整個香港嘅。收尾咧呢個伍廷芳啊，仲成為咧滿清皇朝嘅外交部長啊。所以咧有啲人就講衰咗呢個委任議員，呢個唔係幾好嘅啊。咪符合均衡參與嘅原則，令到立法會裡面會有更多嘅不同界別、不同階層、不同嘅專業嘅人才。所以係唔係應該唔好討論呢個功能組別嘅去留嘅問題？我認為應該保留嘅。應該更加商討一下點樣去強化呢個功能組別。何俊賢先生咧就話要強化呢個功能組別喎，優化都唔掂，仲要強化喎。哇！你知唔知道佢係違反國際嘅標準㗎？我想問下，有啲團體咧係關於個質同埋呢個界別嘅實際需要。就我想問下你，好似我啱啱咧喺外面咧都見到幾位漁民嘅領袖啦喺隔離。咁我想問下你對漁民界有咩認識先？主席啊，佢問我有咩認識，即係要認識先至有得投票。係啦，即係點啊？你覺得？即係因為有某程度上咧，我哋要講選民嘅啫，主席，佢又選一個黃容根出嚟啦。不同階層、不同嘅專業人才，咁就係因為好似頭先所講，係佢選咗黃容根出嚟啦。如果冇佢，會點樣？我可以話俾你聽嘅，不過今日唔使討論啦。你想問我大把嘢講啊。係啦，即係如果冇佢嘅話，某程度佢哋嘅聲音咧，未必係可以帶到嚟立法會。所以咧，我話應該完善個制度。即係可能我嘅用詞唔好，但係我用詞用得唔好，但係我相信我唔需要喺度同你咬文嚼字咯。我問國際標準啊，主席，你有冇研究過啊？我哋唔需要，我而家係嚟代表我認為嘅嘢。我係香港人嚟噶嘛，講揾啲好啲嘅人上嚟啊嘛，負下責任啊嘛，知唔知啊？如果要政治嘅辯論，揾啲負責任嘅人上嚟。你而家呢個講法係咩意思啊？嚇！我而家話你叫你揾啲你嗰啲朋友嚟噶嘛？咩意思啊？而家我而家話你啊，意見。如果我話你啊，咩事啊？專心啲聽下人哋意見，俾啲時間答問題。喂，我個個喺度搏緊喎，哥，有邊個我個個喺度搏緊喎？就郭俊先生咧，即係同埋李雪萍小姐兩位，好簡單問問啊！你兩位係好年青，咁啊嚟到好小心讀你手中個稿，咁我就想問下，尤其是郭俊，想問問你咧，你係好想繁榮穩定，有社會共識，唔多好多爭拗咁樣。咁唔緊要，青年人都可以有咁嘅思想，但係你咪真係覺得係呢啲嘢係同一個平等嘅社會，大家一人一票透過議會嘅公平嘅辯論，透過政黨嘅公平競爭，選出一個民主社會，我哋就冇就唔掂呢個政府。咁我自己覺得青年人呢係對香港嘅政制發展要關注，香港嘅經濟未來前景要關注，因為年青人始終都要食飯㗎嘛，係咪？